选调，万骨的妖花，你徛起的所在，遮尔遐通意爱，我的心神乱无妖花的电源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活地会上帝求救。以色列啊，你着望妖花，伫伊有丰盛的救赎。听咱这条陪伴好咱的心，咱要做一三甲来祈祷。做阿爸爸上帝，满心的感谢你。今日来到主你的小宝座前，我们谦卑来承认阮迄个罪恶的本性，佮容易来犯罪，所以阮有真侪这软弱的所在。独独只有你知影阮会犯罪，常常背逆道理来行，而且也浪费着你的恩典，也无记你的慈爱。主啊，恳求你来怜悯阮，我要为着一切这过犯，内心的建设甲忧愁，恳求主耶稣基督的保血来洗清去阮，互阮清气白，若亲像雪。但今仔日，也阁是要为着世间的这个局势，所有的动乱，来恳求主你特别的施落怜悯甲保护。我特别要为着，也阁伫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新老师所掌控的这个所在，但今仔日也阁有6者。载着这个美国公民，以及捌为着美国来效劳的阿富汗这个人的飞机，因为袂当特地被扣留伫北部的这个马萨里沙利夫这个机场，
真做塔利班的人质，为着要逼迫美国来承认塔利班这个新的政权是合法的，要真做谈判的这个条件。最近我阁看到塔利班这个无人性这个录影带，将一群反对的人用刀来给挂拿后，就像你抬鸡放火一样，将人阁给倒吊起来，互火流尽来死亡，看了互人看到这个毛骨悚然，真惊吓。但目前虽然要有的这宣告司法基督徒因，拢已经被万心要来为主来顺道这个拍算。做阿爸天的上帝，你是全能的爸上帝，你有权柄来打破魔鬼撒旦的这个诡计。台湾将因的肉体、因的活命、因的灵魂，然后交代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来掌权，保守着因，唔通互这个邪恶来得到看赢。但最近全世界各所在，这个局势变化无常，天灾、战争、人祸不断，一直在发生。互阮意识到，最后所基督过来的日子已经是真接近了。阮应该就要时时刻刻来警醒祈祷。今日阮阁一摆组织来到主你的圣母座前，求你互阮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学罗你，互主的圣尊名通得到荣耀。今日阮要阁一摆来恭听你的话，不管是伫北美，还是伫台湾，拢着爱谦卑来恭听着你的教示。恳求主来洁净罗北的嘴，圣神也来检查阮的心思甲阮的意念，互阮会通得到福气，过蒙恩的一个主日，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7节到11节。第7节，耶稣应讲，时间甲日期是天父家己的权柄所决定的，毋是恁会当知的。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通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一直到天边海角，为我来做见证。这话讲煞，因咧看的时，耶稣受接就天，有魂接伊去，因就无看见伊。因还咧注目看耶稣就天的时，忽然有2个穿白衫的人徛伫因身边，讲：“加利利人啊，啥事徛咧看天？这位离开恁受接就天的耶稣，恁看伊安尼就天，伊嘛会照安尼过来。”这是上帝的话，既然读甲听遐个预言，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明。阿罗，互我百姓走 ，Let my people go。当被谁的爱接受过，我百姓走，受尽苦楚，尽歹教育。
吧，你甲我拢讲啊，我必须走。
there. They all follow. Let my people go. Israel was Jesus then. Let my people go. Oh, praise so hard they could not stand. Let my people go. Moses, wait up, it is Jesus there. They all follow. Let my people go. Hold on, Moses, wait up, it is Jesus there. They all follow. Let my people They say I gives you hope. Oh, what is it now? 주님 거서 진팔자매 오와 배시다오 나오마 모세 짐진 기팔기때바 이가왈로 공나 follow.
乡亲、时大、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伫最后所过啊上天以后，大概约伫即个有100年的时间，即个初代教会信徒，伊拢真正真渴慕着，最后所基督会当较紧搁再来，毋知偌好咧。因为迄个时阵的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所以有真侪只信徒咱来顺道，因较无最后所基督赶紧搁再来，会当用着即个公道、公平、公义，来为着因来发声，来减少因即个受苦的日子。那么今仔日，当咱伫听候主耶稣基督搁再来的即个期间，咱犹原会面对着即个罪恶、试探、无公平的即个审判，以及逐种的即个苦难。有的人认为讲啊，拢已经过去2000多年咯，最后说犹原无来呢，所以就黑白传言讲啊，最后说袂过来啊啦，所以大家就放松落来。伫最后说过来以前，即个不团的代志会哪来哪做，因为哪接近即个末世，就哪接近上帝的审判，所以这魔鬼撒旦知影因家己的日子无多，因就真天狂。所以启示录甲咱讲，兄弟赢过伊，是因着羊羔的血，佮家己所见证的道，因虽讲抵到死，也无疼惜性命。所以保罗提醒咱并毋是伫甲即个属血气的争战，乃是甲遐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即个幽暗的即个世界，以及空中属灵气的即个恶魔伫争战。所以咱爱好好去听上帝所赐咱即个高洁的手册。即个一本高洁的手册就是圣经。透过圣经的预言，最后所已经赐了各种的即个德性的即个策略，互咱伫即个困难的日子内面，会赢过即个世界的即个信心，去抵挡对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阁会当徛会牢。所以伫即个高度关怀末世即个时代内面，咱对基督的搁再来，必须有即个正确的认捌。即个是着圣经有300外个所在，即个圣经节，摕着主要所搁再来，咱通家浓缩做5个即个基本的问题。因为时间的问题，咱就今仔日先来谈头前即个3个问题。头一个问题，主要所要用着什么款的身份搁再来？是多正肉身以前上帝囝儿呢？还是多正肉身的人子呢？这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伊要当上时降临伫全世界上，还是只有降临伫一个世界某一个所在尔点呢？第三个问题，第二摆降临是毋是甲第一摆降临同款？或者是完全无同款呢？所以咱先来思想这3个问题。当有一台即个火车吼，也是一台飞机，载着咱所听的人，啊，就亲像讲，即回阿富汗即个难民啦，来离开即个阿富汗，有甚物人袂去继续去注意着因，最后带因到什么所在呢？如果咱确信这个人会阁看到这个人，或者是确信这个人会阁倒转来的是，咱可能就无遐尼注意去看因这个人。这个是主要所叫做上天的时所发生伫学生身躯顶的这个代志，伫最后所消失了真久。学生依然继续仰头、抬头伫看天顶，最后因所看到耶稣无去的所在。直到有2个即个天使过来安慰着因，因的注意力就倒转来伫即个地面上。这2个天使即个学生来保证，
耶稣会搁再来，有一日也都倒来这个地面上，这个就是救耶稣。所以当天使宣告，伊会搁倒来这个地面上，天使所用的就是耶稣伫人类的这个名字就是主耶稣。有一日，伊会搁倒来地面上，这个主耶稣，就是迄个过去捌邀请学生来蒙伊的这个主耶稣。也是伫学生的面前，伫食这个烘鱼仔的这个主耶稣，总是有形体的主耶稣，一摆就会当出现伫地面上一个某一个所在尔定。即便就是有这荣耀国的身躯，主耶稣将来嘛毋捌讲一摆出现伫两个所在。所以当伊倒转去地面上的时，伊只会通来到一个地理的位置。那么，请问这个地理位置是伫倒位啊？无人知。但是主要所已经应允学生，永远要甲因同在。伫到这个世界的末日，就是讲到这个大使命。如果主要所是带着肉体倒转来地面上，那么主要所会搁再来，也必须发生伫某一个所在。耶稣的灵是无所不在的，总是呢。伊的身躯必须伫某一个所在出现才对。主要所有身躯，甲咱的身躯共款，必须出现伫这个地面上表面的一个某一个所在。所以主要所有学生必须爱对全世界逐所在的组织做伙，去迎接主要所会搁再来。那么主要所要出现伫倒位呢？伊的子民。要组织伫什么所在来迎接伊呢？全世界逐个城市拢咧争取要来主办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敢有一个城市有这个阳光，要来迎接这个万王的王嘛？上帝选择一个无可能的这个都市，就是耶路撒冷，诚说伊的首都。如果上帝若无竞选耶路撒冷，这个都市到今仔日也是一个无什么名的这个都市，就是伫今仔日，依然有真侪国家无愿意要承认伊。当然，嘛无人愿意要伫这个所在设立这个大使馆。所以，耶路撒冷甲其他的城市，伊比其他的城市较经过较侪这个冲突甲苦难的。那么最后说就是对这个城市耶路撒冷离开的，都等于天顶的厝。那么将来伊也要对天顶，搁倒转来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位置，真正有国际性这个战略的这个价值。伊的位置伫这个世界陆地中心点，三大陆的交接点，欧洲。非洲甲亚洲这三个大陆的交接点、交接点，所以呢，针对最后所有人上界理想的追求出来就是这个所在。咱要明白最后所会过来，最好的方法就是摕最后所基督搁再来，甲伊上天来做一个比较。那么大先呢？将最后所会搁再来，甲伊的上天来做比较，就是天使。使徒行传第1章11节讲：加利利人啊，恁为什么徛伫五天呢？这个离开恁，被接上天的主耶稣，恁看伊怎样往天顶去，伊还阁要安尼来。所以将主耶稣上天的这个情形，甲伊倒转变过来，甲伊倒带倒转来，这就是伊搁再来的这个情形咯。哦，像咱咧看电视的时，将这个影片看倒转过来，就是主耶稣要搁再来的这个情形。主耶稣第一摆的降临，甲第二摆的降临有真明显的对比。最后说第一摆的降临是用到这个马祖来的这个婴儿，显现互几个少数的人看定定。就是最后说第
第二摆降临，无过再是一个软正的婴儿咯，乃是一个成熟，即个成熟的人。伊无过再是一个软正，乃是充满着大权能。伊无过再是谦卑，乃是充满着荣耀。伊无过再是温柔顺服，乃是充满着即个威严。最后说将要用到伊真实的即个身躯再来。所以主要说，就要搁再来，每一个人拢知影伊是一罪，伊是甚物人，伊要用到即个圣于君王的身份，来到即个世间，伊要来拯救伊的百姓。那么伫顶一摆，即个世界看到伊被钉伫即个十字架顶，现在即个世界要看到最后说伊头顶的即个冠冕。最后，这个万骹头拢要跪落来跪拜伊，万喙拢要称伊做王。就是最后说，什么时阵要过来？什么时阵要来？咱就要搁等偌久呢？无人知影。但除了上帝家己以外，无人知影这个答案。所以当最后说，伫这个世界的时，甚至伊家己嘛承认，伊毋知影天父行事历顶面的这日期啊，拢毋知影，耶稣嘛毋知影。所以除了强调咱毋知影主耶稣要搁再来这个日期，这个圣经在以外，有袂少圣经里描写，主耶稣搁再来，咱就是夜间的这个贼，半暝的贼，是出伫人意料之外。无人会注意的时阵来出现的，所以伫对这个成功会当撞入去的秘诀，就是出伫无主的时阵。所以这个暗示着主要说要搁再来，是无任何事实的这个经过，甚至也无任何这个卡石来指出已经接近了，无。所以伫圣经在内面，主要说爱学生勇敢面对这个混乱的情况。伊甲学生讲淡薄仔，明明通看于这个调头，做一这个的回答，毋是爱学生因开时间去追找这个正确对迄个某一个调头，乃是爱因安然面对人主的降临，带着这份的这个平安，望上帝确实会来救赎伊的子民。通互因伫艰难的时代，犹原保持信心，尽忠伫因家己的本分顶悬。所以，对当时基督徒来讲，因所关心的就是主要说伫什么时阵要搁再来，主要说会用什么款的方式搁再来。总是呢，主要说回应因的这个焦点，并毋是讲什么时阵要来。乃是学生应该做的代志，所以主要说讲到这个灾祸，毋是要互军队野人来惊吓，乃是伫提醒人无受这个迷惑，要确信家己是上帝子民，要接受袂通改变的这个代志。亲像主要说，伫听后无理解的这个代志一样。所以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包括过去、现在、甲未来。上帝拯救所有人类的这个历史，拄拄是上帝这个恩典，伊互一切隆重更新。所以这段圣经就提醒咱，毋通袂记哩过去，毋通惊吓面对过去，搁较毋通忽略上帝这个能力，爱对上帝所做的代志。以及伊将来要做的代志有信心，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上帝的审判，上时嘛是代表着拯救呢。最后所鼓励学生继续来觉醒，备办好势，做一个聪明的人，也就是尽忠伫被这个委派这个工作的顶悬。咱人总是真好奇将来的代志，对伫未知的代志常常袂清楚。并无需要去了解，所以未知的这个问题，最后说也无要期待着咱爱去知影每一样代志。在事实上，
要知影每一样代志也是无可能的啦。特别上帝所计的所有代志，连最后所记到嘛无完全知影呢。所以有时阵对确定的代无确定的代志的这个确信，拄拄是信心的这个展现。就是这并不是讲鼓励咱就要去选择这个目的，乃是鼓励着咱要去追求已经知影，已经学习这个去做去捌的这个能力，去辨识的这个能力。最后说也无期待咱去做每一个代志，所以最后说伊期待咱会当做好一寡代志。最后说嘛，鼓励咱爱继续觉醒，每一天拢着爱避免好势，面对着家己的内心，按照家己的身份的这个理解，最应该做的代志。所以无论你遇到什么款的困难，咱唔通受威胁，咱唔通去追找这个简单的答案，乃是爱觉醒、谨慎追求这个分别的这个能力，活出信仰、信心所托，实践这个使命，服侍咱身躯所处的这个群体。基督教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这个宗教，伊是开始伫人子来到地面上，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天父改变着主耶稣基督伊的地址，原本伊是对天顶的爸。今日伊所踮的所在，是倒转来伫咱的人间的中间。伫这个启示录2章的第3节，讲我听见有大声音对宝座出来，讲看上帝的帐幕伫人间，伊要甲人同定，要做伊的子民，上帝要亲自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所以事实上，咱每一个人，除了咱毋知影家己，毋知影最后说，什么时阵要搁再来，无人知影。那么对咱家己的活命，伫这个世界的生命，会当活偌久，嘛无法度通了解。所以呢，假设咱会当将每一日当作是主要所要搁再来的最后一日，还是家己当作讲，咱家己活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天。那么相信咱自然会谨慎来生活，并且会更较珍惜爱护咱家己的厝内的人，以及咱的朋友，甲咱四周围这的人。相时嘛，真会晓去愿意去赦免捌得罪咱的人，就是天父上帝赦免咱一样。阿免。即搭要来吟回应诗歌，慈爱牧者。我所听的耶稣基督，正做我的慈爱牧者，随时引出我的前途，甘愿跟对主耶稣，等主过来，地应等来，我要甲主同行，的考验我，等主过来，地天过来，我要甲主同行，的考验我。我所听耶稣基督，正做我的主爱牧者，随时引出我的前途，甘愿跟对主耶稣，等主过来，地应赶来，我要甲主同行，的考验我。考验我。
耶稣基督，请做我的挚爱牧者，随时引出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地缘过来，我要甲主担命。高原我等主过来，地天过来，我要甲主担定，地高原湾。我所听耶稣基督，请做我的主爱牧者。随时引出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地缘过来，我要甲主担定，地高原我，当主过来，地天过来。我要甲主担定，地高原湾。我所听的耶稣基督，请做我的挚爱牧者，随时引出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地缘过来，我要甲主担定，地高原我，当主过来，地天过来，我要甲主担定，地高原湾。我所听耶稣基督，请做我的主爱牧者，随时引出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地缘过来，我要甲主担定，地高原我，当主过来，地天过来，我要甲主担定，地高原湾。我所听的耶稣基督，请做我的挚爱牧者，随时引出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地缘过来，我要甲主担定，地高原我，当主过来，地天过来，我要甲主担定，地高原湾。我所听耶稣基督，请做我的主爱牧者，随时引出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当主过来，地缘过来，我要甲主担定，地高原我，当主过来。
稣基督，请做我的挚爱牧者，随时引导我的前途，甘愿对主耶稣，等主过来，体验更来，我要甲主担命，提高愿望，等主过来，一天过来，我要甲主担命，提高愿望。我所听耶稣基督，请做我的主爱牧者，随时引导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等主过来，体验更来，我要甲主担命，提高愿望。过来，一天过来，我要甲主担命，提高愿望。我所听的耶稣基督，请做我的挚爱牧者。随时引导我的前途，甘愿对主耶稣，等主过来，体验更来，我要甲主担命，提高愿望，等主过来，一天过来，我要甲主担命，提高愿望。我所听耶稣基督，请做我的主爱牧者，随时引导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等主过来，体验更来，我要甲主担命，提高愿望，等主过来，一天过来，我要甲主担命，提高愿望。我所听的耶稣基督，我所听的耶稣基督，请做我的挚爱牧者，请我挚爱牧者，随时引导我的前途，引导我的前途，甘愿对主耶稣，阿门。等主过来时，体验更来，我要甲主担命，提高愿望，等主过来时，一天过来，我要甲主担命，提高愿望，阿门。我所听耶稣基督，我所听耶稣基督，请做我的主爱牧者，请做我主爱牧者，随时引导我的前途，甘愿跟随主耶稣的名，阿门。等主过来时，体验更来，我要甲主担命，提高愿望，等主过来时阵，一天过来，我要
甲咱阿头同心三甲的祈祷。亲阿爸天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今日我对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7节到11节做来思想，当最后所搁再来的时，伫这个今仔日的信息中间，互咱知影，最后所咧鼓励咱，就要继续觉醒，每一日拢该备办好来面对家己的内心。按照家己对家己的身份的理解，做应该去做的代志，无论去遇到什么款的这个困难，拢唔通去受到威胁，也唔通去追找简单的答案尔尔。咱是着爱警醒去追求分别的这个能力，活出信仰，重新伫所托的。去实践这个使命，活在咱身躯边的这个群体中间。但基督教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这个宗教，伊是对开始伫人子来地面上了后，最后的结局就是天父上帝改变了伊的主旨，完毕最后所是咱天顶的爸，就是今仔日伊所踮的所在，要牵线靠在咱的人间。但实际上，咱每一个人了唔知影，最后所当时要搁再来，对着咱家己的伫这个世界的活命，会通搁活偌久，也无法度来确实的了解。所以，这使咱会通将每一日当作是最后所要搁再来的最后一天，也是当作家己是活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最后一天。那么，相信咱自然而然会搁较警醒来生活，而且会当搁较珍惜去疼惜家己厝内的人，以及朋友，以及四周围的人。像是咱嘛会真心愿意去赦免得罪咱的人，就像天父上赦免咱一样。咱同心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到这条罗牧师要甲恁祝祷哦，愿天父上帝的慈爱甲怜悯，最后所记到恩典，圣神保惠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的兄弟同在，伫到见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们。亲爱乡亲时代，兄弟姊妹，今日是万五个礼拜，到这就告一段落。咱嘛后回同一个时间，伫空中三角的见面，愿天父上帝保护恁，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家己行说来归遍上帝，着家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恁着去照万百姓做下事，家己行说来归遍上帝。着家因遵守主的命。